今日朝頭早，我哋一早就行去食個早餐先。而家我哋行緊呢個區呢，就叫做 Roman North， 就係呢我哋酒店後邊嚟嘅。咁呢個呢算係一個中產階級居住嘅地區喎。呢地方呢就好有歐洲色彩嘅。哇！睇下啲建築物幾靚，真係好似呢喺歐洲咁樣喎。不過喺呢度漫步呢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呢成個墨西哥城嘅地基都建喺呢個淤泥上邊，所以呢沿路嘅道路呢都會起伏不定，有高有低，而且呢仲有啲有傾斜度，又有好多樓梯級，所以呢行起上嚟呢就小心啲，如果唔係就會撲到啦。哇！呢度係狗狗嘅天堂。哇！呢啲咧一定係放狗園啦，多人哋放狗啊！呢度咧個城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去水唔好啊，同埋咧凹凹凸凸地面，所以咧一落完雨之後咧就周圍都積水。沿途咧呢度都好多咖啡店㗎喎，各色其色。哇！好大隻蜜蜂喎，肯定啲 croissant 又甜又正。不過咁我哋決定都係嚟呢個墨西哥城嘅 Starbucks 睇睇，朝下聖先。啲早餐餅食睇嚟都唔錯喎，而且呢度呢仲有個2樓雅座，哇！睇嚟都幾雅致。嚟到墨西哥呢，都真係變咗呢個文盲啦，而且呢好似額又聾又啞，每次都要人哋呢計數機 show 俾我睇先識俾錢。哇！呢架車呢停咗喺路中心喎，喺個十字路口同埋斑馬線前面。點解呢？因為呢嗰位阿叔呢就停低架車，就走咗嚟入嚟呢間 Starbucks 裏邊買咖啡。係咪好神奇咧？由酒店步行過嚟30分鐘喎。呢間鋪咧好出名嘅喎，墨西哥包，佢就喺個街角度，就咁樣嘅街角。哇！哥仔咧都好快手喎，3兩下手腳就做咗個包啦。前面呢度咧就俾現場買嘅，後邊嗰度咧就俾呢個送餐用嘅。哇！裏邊咧有雞啦，有 cheese 啦，仲有啲豆醬，都似乎好好味咁喎。好味道啊！哇！行過聞到香噴噴，都忍唔住流晒口水啊！雖然呢，可能呢幾日呢啲衞生問題，呢幾日呢都有啲肚屙，但係呢唔怕啦，食咗先算。睇下幾正，好味道，好味道。喺地鐵站裏邊有個咁嘅 area 喎，擺滿晒電腦喺度，可能係俾錢入去用電腦嘅啲人。喺墨西哥城搭地鐵呢，就要留意下啦。通常前面2架車呢都係俾啲婦孺用嘅，男士呢就免問啦。呢度搭地鐵出閘係唔使卡㗎，就咁出就得㗎啦，只係入站先要拍卡嘅啫。好快脆咧，我哋到咗藝術宮啦。我而家咧喺呢個藝術宮裏邊。藝術宮裏邊咧，原來咧你要買飛入嘅喎。不過咧，如果你 over 60歲，揸住身份證明 passport 都得嘅，可以換張免費飛入去。不過最緊要咧就係唔好帶水入去，要飲晒先準入去。墨西哥城藝術宮咧係墨西哥最頂級嘅文
化藝術中心，以呢個華麗嘅新藝術風格嘅外觀同埋呢個內部精緻嘅裝飾藝術風格而聞名。原本呢個藝術宮呢係一座國家劇院嚟嘅。喺1910年呢，為咗要慶祝呢個墨西哥獨立戰爭100週年，所以呢就決定呢拆咗佢，咁就改建成為一個藝術中心。但係咧，好唔好彩咧？因為一開始動工嗰時咧，就發覺下邊個土地咧就非常之鬆散，完全唔能夠支撐咁龐大嘅建築物，所以咧就好快住咧就出現咗呢個沉降嘅問題。去到1913年咧就決定全面停工，咁一路咧擺到1932年，咁先至咧開始再重新翻呢個計劃，直到1934年咧呢座咁宏偉嘅藝術宮終於都落成啦。藝術館嘅外觀呢，呈現咗華麗嘅潔白嘅卡拉拉大理石新古典主義同新藝術風格，而內部呢則展現出呢個濃厚嘅裝飾藝術氣氛。天花板呢，持有巨大嘅彩繪玻璃圓頂，而藝術宮裏邊呢就收藏咗好多幅巨大而有價值嘅墨西哥藝術家嘅壁畫，包括著名壁畫大師迭戈里維拉嘅《宇宙控制者》。博物館呢，首先要嚟藝術宮對面呢度攞飛，係免費嘅。跟住呢，我哋要行過前面轉角嗰度就入去啦。不過記住嚟銀河博物館，千祈唔好帶槍帶刀。呢個墨西哥博物館呢，其實就係墨西哥國家銀行嘅總行喎，係佢哋嘅總部嚟嘅，係正係而家用緊嘅。佢一邊呢就係博物館，一邊呢就係用緊嘅銀行，所以嚟到呢度呢就要安分守己，唔好亂嚟啊！呢度呢就好簡單咁呢就介紹咗呢個墨西哥銀行同埋呢個貨幣嘅歷史，都幾有趣噶。好快脆咁由呢個銀行博物館出嚟呢，我哋就走過對面啦。呢度呢就係著名嘅瓷磚屋，亦都被稱為奧里隆卡山谷伯爵嘅宮殿。呢座咁具特色嘅巴洛克式宮殿建築物呢，就興建於18世紀。呢度最出名嘅特色呢，就係外牆呢，就俾咁美麗嘅藍白色嘅塔拉維拉瓷磚所包圍住，唔單止呢華麗特殊，仲更加親眼呢見證咗墨西哥數百年嚟嘅歷史變遷，充分咁展現出呢個殖民地時期墨西哥嘅貴族嘅品味。而家呢就變成咗呢個墨西哥連鎖百貨店同埋呢個著名餐廳 San Bons 嘅旗艦店，深受呢個墨西哥本地人同埋呢個遊客嘅歡迎。嚟到呢個咁有歷史文化氣息嘅地方，享受佢哋嘅傳統墨西哥式餐飲，所以我哋都特登嚟呢度感受一下呢度嘅歷史氣氛，打返幾張卡，到此一遊。跟住我哋就行過去附近被譽為世界最美麗嘅郵局——墨西哥郵政宮。阿哥，你呢度係邊嘅地方嚟啊？呢度係郵政博物館，係郵政宮。呢個郵局好有 feel 喎！我後生嗰陣時，10幾歲去中環郵局，哇！特登啲人就係去嗰度寄信。哇！咁好耐世紀咯喎。冇錯啊，嗰度好靚啊！直情係舊嘅英式建築物，係以前嘅郵局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呢度係用緊嘅郵局嚟嘅，喺度寄緊信嘅啫。咁我哋而家就要過隔離個博物館啦。呢座咁靚建築物咧，就由意大利建築師Adamo Burali所設計嘅，而喺1907年咧就落成。佢融合咗呢個威尼斯哥德式新藝術風格，再加上西班牙銀匠嘅精美手工，簡直係美輪美奐。內部呢就更加擁有由呢個意大利佛羅倫斯精心製造嘅黃金銅樓梯、墨西哥大理石地板，再加上到咗24K 嘅華麗壁畫會議室，簡直將19世紀歐洲貴族嘅奢華表現得淋漓盡致。
博物館雖然面積細小，但係藏品非常之豐富，包括展出咗呢個墨西哥自殖民地以來嘅郵政服務嘅演變歷史，包括古老嘅郵政馬車、早期嘅郵差制服、歷史文件、古老嘅磅重工具同埋各式各樣嘅復古郵筒。二樓咧更加設有呢個永久性嘅郵政文化展覽區，你可以欣賞到墨西哥第一枚發行嘅郵票，同埋墨西哥郵票嘅發展史。而呢個建築物嘅另一邊係一間實際營運緊嘅中央郵局，所以你可以一邊欣賞到呢個墨西哥郵政歷史，另一邊可以睇到呢個郵局點樣實際運作緊，有人喺度分緊信啦，有人喺度賣緊郵票啦，非常之有趣。啲人咧就話要上嚟呢度Sia嘅8樓呢間咖啡室度飲咖啡喎，因為咧呢度咧就可以出邊有個全景啦，可以睇到對面藝術宮嘅全景嘅。不過你睇下幾多人排隊，排到人山人海喎。不過咧，其實咧都唔使嘅，喺度排隊嘅，落到去下邊6樓，隔住玻璃咧就任你影。哇！跟住又到食飯嘅時間啦，我哋路過咧見到呢間賣雞湯嘅，好似幾好咁喎，咁咪即管試試搏一搏啦。手指指咁問隔離個姐姐食啲乜嘢，嗰個指咗呢碗俾我哋試下。Thank you。Thank you。我哋食乜嘢？食雞湯。呢個雞湯啊？係啊。叫做咩啊 ？Monaco。呢個再邊呢個 Yeah, Monaco。哦，原來仲有個包配嘅。成碗，哦有米㗎，有米，成碗都係雞腎喎。雞腎。叫咩名啊？好味，咁假嘅你？唔識講啊！呢雞湯咧味道真係難以形容，酸酸地、鹹鹹地，完全冇雞湯味。呢雞腎就好腍，咁啊加埋啲洋葱、辣椒，辣辣地，好特別，好特別，可以不試。炸嘅 Tortilla 裏面加咗啲豆醬啊、cheese 啊咁。係啊，老闆娘頭先咧，我哋臨走嗰時就送俾我哋食嘅。哇，脆波波喎！整係層皮好食咯，豆 OK 㗎，嗰個醬就甜甜地，好似甜醬咁，海鮮醬甜醬。投注站中心呢度咧就係投注站中心，專賣彩票嘅馬標啊、彩票啊，咁好似六合彩啊咁。今日嘅行程係咁多先。又要返去酒店瞓覺，明天再繼續。